伫咧高雄桃园的梅山部落，发现有一只台湾乌熊踏到山猪条受困。林保署接到通报了后，赶紧参兵科大团队到场，要去救这只熊。确认到这只乌熊干那皮肉着伤尔，等若肉嘴摕，就会当就地野放。即嘛正做伫咧高雄通报受困甲野放的头一只乌熊。切挂的乌熊向草埔走去，高雄桃园梅山部落一个民众车到中昼伫梅山农路，发现有乌熊受困山猪条。林保署屏东分署接到通报，找来兵科大救援团队，将乌熊麻醉刷去安全的所在检伤。精神都还蛮警觉的，中的陷阱是粗的，压迫的面积会比较大，才可以分散掉一点伤害。发现的时间比较早，所以他的受伤也没有到真的很严重。当场就是对右前肢第一指那个部位剃毛刷洗，然后现场缝合。桃园区3月底才有蜂农发现乌熊走来偷食物，无到2礼拜，佫发现乌熊受困。这只受困乌熊是已经独立、体重大约45公斤的亚生尼母熊，但有正病征迹，因为限制受伤。救治了后，原地野放是高雄第一个野放的乌熊。市售的猎具跟改良式猎具的差别，主要是直径大小不同。只要是小于12公分的改良式猎具，都可以避免误捕到黑熊。山区部分农民为着防止受害，会放山猪条顶限制。林保署呼吁民众会使向分署还是工作站领改良式蜡具，避免掠到乌熊。嘛提醒民众掠到保育类野生动物，唔通家己处理，一定要通报并协助救援，才会使免除法律责任。公司新闻陈焕武、柯正顺高雄报道。